大家有冇聽過最新嘅 IQ 題係乜嘢呢？風紀係黃色，風紀隊長係紅色，風紀總隊長係紅黃色。咁傑出風紀係咩色呢？係咩色啊？唔知唔緊要，等我哋而家叫 Siri 俾啲貼士你啦。15號郭妍希佢做事認真、公平公正，喜歡幫助人，眾人見人愛添。不如我哋而家聽埋佢嘅自白啦。喺最後一年嘅小學生涯，好榮幸可以成為風紀總隊長。呢一份責任令我學會到點樣管理自己同埋他人，培養團隊精神。我努力咁維持學校嘅秩序，協助老師管理班級，更用愛去關懷同埋幫助同學。希望我嘅行動可以帶俾大家正能量，大家喺友好嘅環境學習同埋成長。而家大家知道傑出風紀係咩色啊？我識，係15號郭妍希。啱啦，請大家投我一票啊！多謝。